屏东小琉球的灵山寺是当地信仰中心，有民众去遐佚佗，竟然是骑越野车去到庙寺的楼梯，这个行为引起到在地人的不满。那到害去是要安怎才好呢？乡长讲，第一时间有请当人去查看到迫害的情形，嘛呼吁游客唔通阁安尼做咯。 这台红色奥多摆油门吹咧一直走，要不过这个路线敢若无啥对，那是你爬楼梯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查甫人骑奥多摆冲起楼梯，表现特技，要不过伊的防护装备敢若安全帽甲手笼尔，而且地点实在无妥当。 在地人真受气，写讲小琉球灵山寺是在地真重要的文化资产，互人骑车安尼搞。有人讲灵山寺的楼梯看起来已经必顺啊，是安怎要搁甲迫害，真了够苦哦。讲这是赢王要行的路线。有人讲虽然伊技术真好，嘛真勇敢，不过这款的行为真正是唔通。第一时间我们也有请就是公所人员去查看到有没有迫害的迹象。我们是希望游客。 如果有从事这样的行为，不要在人经过的楼梯做越野车上的使用啦。强调讲楼梯是互行人行的，这款行为无妥当。来到现场一个看，涂骹有影拢必顺啊，袂堪要搁安尼搞啊。是讲问庙方，因讲唔知有这件代志。因该处属于寺庙私人土地，非属于道路范围，不适用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。 已请庙方设置安全设施。车主时常骑车四过去挑战极限，嘛捌暴露车，即摆骑起哩骨折，影响到在地人的观感，嘛去伤到景观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